台北市伫咧5、6月这段期间，拢总有14个家友来染到武汉肺炎。市长郭文迪表示讲，家友爱带先来注疫苗，也引起众人关注。长期伫咧关心家友的作家林立清也讲，即马家友的防疫重点是爱减少伫咧街路顶头的人，也爱追踪因。疫情还阁伫咧传，伫大家拢密伫厝内防疫的时，有一阵家友敢若会使踮伫外口流连，有路无厝。5月到6月，台北市计共有14个家友确诊新冠肺炎。台北市长郭文泰日讲，家友就爱注疫苗。长期帮助家友的团体芒草心甲人生百味嘛表示，家友占都市人口差不多0.24%尔尔，算是规个城市防疫的关键。有钱人可以躲在家里，他们不能躲在家里啊，他们就没有家。可是你现在因为公共空间的关闭，所以他们全部都集中到文甲公园、台北车站，所以人口密度增加，人与人的距离就会比较近。那这个时候就会变得危险性增加。家友的行踪较快，较好追踪行大过的所在。长期伫咧芒草心斗三工的林立清讲，重点就是要互街路的人减少，而且会当掌握行踪。社会局社工科讲，即马有咧加强协助安置家友。其实过去我们对台北市的街友，我们都是列册追踪。那只要就是他有固定期数在街头，那我们社工每个礼拜都会定期的去做夜间的访视，所以大概都跟街友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辅导关怀的一个关系，包含这个中途之家跟民间伙伴单位合作的这个住宿方案。当这个床位不足，我们也会结合平价旅馆。确实那个街友的个别差异性很大啦，那当然就是说他们很习惯在外面比较自由的生活模式，这个也是一个事实。但伊如讲，确诊的家友确实拢是无接受安置的家友，为了要互唔愿意接受安置的家友较有保障，已经开始取得因的登记，列入疫苗接种的名单。疫苗接种了后可能的副作用，但伊如讲，除了家友平常时拢会互相照顾以外，车头的保全、警察等等，也会较注意因接种了后的身体状况。记者郭不根郑派文台北报道。